同款是真困扰的，也有家己的中部。这7年来一定予琉璃虾来扰乱，就算是热天，天气真翕热，嘛爱甲门窗拢关起来。暗时要食饭、要看电视，嘛拢爱甲电火甲关掉，因为只要有一点点的灯光，这种的琉璃虾都会规定飞入你厝内。 坐落地杯啊，坐落饭菜内底，嘛会天晓你的壁肚爬到满，拢是这个狗虾，基本是真困扰。有来参与着防治工作的嘉义大学的教授讲，已经咧研拟防治的措施，希望会当来改善居民生活环境。 白壁变乌壁，这个面头内面变动阿爸拢总是，这琉璃虾、乌虾有空倒两，有光倒来，和嘉义县中部乡民真困扰。规个拢窗仔门拢是狗血。就算这时家家户户窗仔门拢关掉咧，到暗时嘛唔敢开灯食饭。食饭也是你泡茶时阵啊，电火光光吼，琉璃鱼拢会走入来。琉璃虾爱伫顶拿过境园做收，对着农作物虽然无直接危害。 不过有光队出现，挡袂掉的民众只好家己自救。目前农政单位正积极的在研拟一些防治策略，希望对琉璃鱼的生态习性有清楚的掌握跟了解之后，用一些正确、比较理想的防治措施，可以适度的来降低琉璃鱼的族群密度。 除了配合清理环境、放置，居民嘛用杀蚊水，也是用火炉去喷，全面要防治。希望讲会使赶紧解决狗虾的问题。